恳求你的圣神运行伫会中，互阮会当甲主你亲近。至圣的主，求你的圣神点伫每一个事奉，阮的同工因的心内，互因带着圣神的开力，喜乐平安。所念的诗歌，所强读的圣经，所发出的祈祷，拢会当互上着你的圣神大大做工伫阮生命的内底。阮将今仔日个礼拜交伫你的手，愿主你的权能来保守，充足照顾赏赐，互每一个来敬拜你阮的兄弟姊妹，因的生命搁一摆得到开力，力上加力。耶和华，你是阮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前敬拜你。愿主今仔日个盛会，真做一个主你祝福、扶持、齐恳的礼拜，互每一个敬拜你的人，阮的生命重新搁活起来。阮伫你面前恭敬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听我，互我的目睭光明。惊了我困到死，惊了我会对敌讲，我较赢伊。惊了我的忧愁，伫我摇带时来欢喜。总是我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因为伊用大恩款待我。世间情人拢着渐渐，天生行去面前，何地看如世间小事，他行阮的伊相思，上帝讲你。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35首。我心实在娱乐，请咱起立吟全首。我心实在娱乐，因为上帝大恩。我生命连地的梦，相信是已经存。上帝大大慈悲，写我拢无做光，又到你的照顾有情，我必定着以后。上帝拄我做好，那当比赛的恩，那天的光咱前路，主爱和你对神，像酒杯不听他，怜悯所心的强，上帝也爱敬伊的人，赢过百夫的听。人生命若回，大风来吹就响。上帝慈爱永远袂回，不等是阮袂赢。我心爱着上帝，天使三角相赞，天顶地话合做一个，欢喜感谢无限。阿门。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伯纳岛临难受苦，顶十日过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敢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
永永远的远的活命。活命。阿阿门门。请坐。咱这是三角六启应，启应文15篇，诗篇65篇。上帝啊，伫锡安有人俄勒咧听候你，也要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见有血气的，拢要来就近你。罪恶较赢我，论到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你眷顾土地，互管恶因，互因珍贵。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你要安尼备办土地，就是替人备办五谷。你管辖田园，满伊的沟，收平伊的灵。落雨雨水，互土地软软，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的祝福。你用你的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得地，地在旷野的草坡，山头用欢喜做大来下。草坡用鹰裙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角做幔来盖。因拢欢喜出声来吟诗。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咱一个吟全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天着妙的事，论主着大的阳光，你给大人来，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我心满咸地足，也过芳华的命。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听讲这故事。永远星星的故事，照亮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那想那有滋味，世间当所望。梦中甲做袂平，我真爱讲这故事，因接受大感激，所以无我所经过，望你来得利益。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听讲这故事，永远星星的
虽然听到声声，犹原那摇那最重，因无爱听高叫，到底阳光的所在，点点滴滴的声，也是纪念这故事，叫主人来和平。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帝也讲这故事，让我深深的故事，笑脸听我的主。咱做伙仰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新的一年要开始，阮要开喙来学乐你。你是听阮的上帝，你赏赐一切的丰盛互阮。既然敬畏你、甲顺服你的人，就要来领受你满满的祝福。感谢上帝赏赐阮新年的假期，互阮会当伫即个假期中有好的休困。甲亲人做伙团圆，也彼此有沟通甲分享。新的一年，求主嘛拍开阮属灵的目睭甲耳孔，互阮因为我靠主有新的眼光甲态度来看待发生伫家己身上的事甲身边的人。求你帮助阮结出生命的果子，经历伫基督内一切的平安、盼望、喜乐甲富足。充满阴间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名来求，阿门。如果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道，就是不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使我平安。好了，请圣歌队。
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今日来看两位圣经，诗篇107篇第8节到第9节。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乐伊，因为伊互迫切羡慕的心得到知足，互骄傲的心得到好眠到饱。再来看一位圣经，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4节，着常常踮伫主内欢喜。我袂阁讲因着欢喜。11节到13节，我讲安尼，毋是为着用无够的缘故，因为我已经学习，不论什么境遇，无毋知足。我知影踮伫卑贱，也知影踮伫富足，也是饱，也是枵，也是富足，也是欠缺。凡事我拢老练，踮伫想事我开力的，我事事拢会。讲到知足的重要甲奥秘，请曾牧师。咱的主耶稣讲，既然枵喙带的人通就近我，因为因要得到饱足。主耶稣佫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所听的这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上帝来发出咱的祈祷，也愿上帝照今仔日的圣经，照伊的心意，将一个满足的喜乐赏赐予咱，到一生的路尾。咱用较无的心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来用祈祷来听候圣神对咱讲话。咱同心搁一摆祈祷。至圣的神，阮敬拜你，顺境逆境，你拢是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摒空阮的内心，阮要伫你面前用你所讲出的圣经的话来做阮祈祷的凭据。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话无一句话是讲算笑，愿你照你信实的慈爱，赏赐予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祝福阮心欢喜、心快乐，肉体通安然徛起。主，求你将你的圣神放伫阮的内底，阮就有满足的喜乐。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伫今仔日搁一摆来充充足足，互阮的心无欠缺。愿伫你的面前摒空阮家己的内心，恳求你圣神伫阮中间，对阮讲话，充满阮的心。愿安尼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满足的心是一个真重要的祝福。咱伫这个世间，无人毋捌，无欠缺过。欠缺的是会互人心内有真大的大头，欠缺的是有当时。嘛会互人的生命得到扭曲。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静静来思考今仔日的圣经，求上帝的圣神对咱兄弟姊妹来讲话，也赏赐互咱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毋是因为咱真好业，乃是因为上帝的丰盛，互咱得到无欠缺的感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足的心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今仔日的圣经有一个典范，就是咱所读，恁着常常欢喜。腓立比书第4章，这段圣经是保罗咧讲起，无论好业，无论丧凶，无论困境，无论顺境，伫什么种的情境，保罗讲，我拢凡事老练。伊的意思，老练这个字就是讲，我就得到一个明白上帝所赏赐富足的心，这种的奥妙。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将这种的奥妙放伫咱的内心，互咱一生享受一个教业、充足、伫信心、仰望、忍耐，主拢满足咱。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开我的目睭，互我真正明白，什么是真正福气。满足的喜乐，是因为满足，所以就幸福；因为满足，伊就幸福。所以满足的喜乐是一个真特别的代志。毋是因为好业所以幸福，是因为伊的心内无欠缺，
伊的心内无感觉讲伊是一个真颂享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诗篇通过腓立比书，伫圣经内底代表甲保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真特别的幸福的代表。所以保罗伊讲，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句话真侪基督徒读无，都明明无是安那个看似一无所有，佫样样都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足毋是一种约束家己的欲望，打肿脸充胖子，家己安慰讲我足好福气，毋是。知足是因为伊一个基督徒认捌，迄个幸福的源头。丰盛的画面是上帝所赏赐，知足就是讲知影迄个福气的源头对倒来，嘛知影上帝伊甲咱陪伴。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用这段圣经来做祈祷，因为诗篇107篇第9节，代表安尼讲：耶和华互迫切心无义的人得到知足，互夭餓的人的心来得到好米够饱。这句话，你若斟酌甲读。你会读出一个滋味，就是耶稣讲：心内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到饱。耶稣伫马太福音，伊讲的8种的幸福的态度，其中的一项：心内颂享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咱的心讲：上帝要祝福你，你静静听候。咱的天父上帝要帮助咱。互咱伫咱的一生的中间，就亲像大卫甲保罗，因凡事老练，咱的一生有知足。所以保罗是一个真贤，甲伊的兄弟姊妹，甲伊的亲人侍世。所以保罗伫提摩太前书，伊对提摩太讲一句话：要知足，这是命令。所以保罗对伊的信仰的囡仔提摩太，伊甲伊讲：我的孩子，你要懂得知足。知足的人懂得感恩，知足的人懂得量入为出，知足的人伊知影安怎管理上帝，互伊有限呢？伊用伊的有限变作丰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保罗讲：你若敬畏上帝，佮知足，你的一生大有福气。愿这句话真做咱的提醒。咱甲上帝讲：上帝，我要敬畏你到我一生的落尾。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我，毋是因为我好业，所以我幸福，是因为上帝你是我的倚靠，你是我的帮助。兄弟姊妹，愿上帝伫新的一年，互咱因为知足，咱的人生开始无共款，咱的态度无共款，咱的生命就无共款，咱的生活就无共款。那安尼，保罗伫伊的腓立比书第4章11节到13节，伊讲：我凡事老练。我认捌，我知影，什么是一个知足所带来迄个奥妙。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一个心内无欠缺的囡仔，伊常常欢喜。伊看到一花一草，伊伫任何的代志顶悬，拢会唤起伊心中的一种的幸福的感觉。悠悠伫大学的时，伊甲有一摆去一个尼泊尔这个国家做传宣。因倒来了，伊甲我讲一个小故事。伊讲，当因去到迄个山顶，足偏僻的山头顶悬，迄个砖头的囡仔其实也没有文具，也没有玩具。所以，当这个因的志工团去到迄个山顶，甲遐囡仔咧做伙一个假期的时间，甲因互动。伊讲，伊看到因用纸凹一个假面具，迄个囡仔咧快快乐乐挂迄假面具，规工欢喜。其实咱的囡仔可能真少有享受到这种真颂享中间的喜乐。咱的囡仔，咱若无互伊做好的手机，咱的囡仔，咱若无互伊 iPad， 咱的囡仔，咱若无互伊做好的电脑，你若无电动玩具，咱的囡仔伊会感觉讲伊浑身不对劲。什么是真正知足甲幸福？无钱吗？金钱嘛？其实圣经讲爱，迄个疼甲上帝的丰盛拿伫咱的内底，咱的人生要真无共款。所以保罗伫伊今仔日所讲，腓立比书第11章到第4章11节到13节内底，伊讲知足的心
这个知足这个字，这个字足水。伊分自首自为，就是字头字尾。这个字的字头，伊先讲到一个叫做 autos， 家己。伫我内心，我的心嘛，这个字是开头讲我的心嘛。佮落讲阿 Q 这个自为，阿 Q 这个自为就是讲，伫要得到充满。就亲像咱几礼拜前咱讲，上帝所量互我的，伊用一个刀量伫我的内底，佮甲我试互甲满出来。就亲像咱古早咱的时代，若因去买米吼，啊去米甲买，啊伊用一个刀甲量互伊，啊然后呐，试甲杂，啊丢啊，米啊呐满出来，伊有当时几粒的丢，迄个米就会落伫迄个篮的外口。这个字讲我的内心，这个人因为某一种的幸福充满。这个字英语该翻做 contentment。contentment 的这个字，其实就是内涵呐。我的心的内涵得到饱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我的心得到满足，我的心得到养饲。所以保罗讲，当我枵的时，我的上帝养饲我。这种的满足的幸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知影。保罗讲，我就明白知足的奥秘。奥秘这个字，伊原文足底叫做母奥，母奥意思是下教。伫上帝恩典的面前哑口无言，伫上帝的面前看到上帝的权能，你就只有安那点点心内感觉讲。哦，上帝开对我遮尔好，我何德何能？伫上帝面前，上帝所赏赐必办。所以这句话知足的奥妙，会当唤起咱去思考圣经内底真侪应允。可能咱甲拆开去，咱就无法度明白上帝的全心全意。但是咱若将这个知足的奥妙，甲上帝的本性本意，过去咱所读的圣经，甲伊放做伙。咱就会想到圣经内底保罗简无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你会记得迄节圣经吗？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就是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早到已经将一种的祝福要赏赐互咱。咱要因为上帝的富足来满足，毋是因为咱好业来满足，是因为上帝的听来满足。因为上帝伊的全能来满足，咱就知影讲，这个上帝是掌管我的将来、掌管明天的神。所以我知影我免烦恼，我送香，因为我的上帝就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上帝。我若拄着欠过的时，我的天父就会为我备办。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坚持安静。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迄个坚持，坚持的意思就是你伫咱的现况坚持咱的信心挺好。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圣经上少有两个牧师想要甲咱做分享的。第一，要得着饱是耶稣的祝福，要得着饱是耶稣的应允。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有感觉，伫这个时阵，今年。你有一种欠过的感觉，好当甲耶稣讨，但是爱讨着物件，爱讨着对你真正有祝福的。耶稣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心无义是内容，上帝所要予咱的就是这种良善、丰盛、尊严的生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一，咱明白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伊要对咱所讲的话。第二，伫今仔圣经中间，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互咱知影，咱的一生得到满足，咱的一生得到丰盛，咱的一生得到充足，是因为咱的上帝，伊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听上帝的话，咱嘛用上帝的话来做咱的祈祷。对古早到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历史、人类的历史中间，出现真多看起来亲像乞食，但是因的生命迄种丰盛甲尊贵，何等互人羡慕。
伫我成长的过程顶悬，我真爱读这些伟人的传记，其中有真侪伟人，伫世间人来看，他不算伟人，因为伊是一种个性看起来足奇怪的人。我会记得我伫大学的时阵听一个演讲，迄个演讲的演讲者叫做德蕾莎修女。后来我听过伊演讲了后，我的牧师甲我解说，伊讲德蕾莎修女伊一生只有2领衫，一领就是穿伫伊的身躯顶悬，一领就是吊伫外面咧拍，拄洗好。伊一世人拄2条布，印度上俗的迄个粗布，满满的就是一领衫。一生只有一双蓝白拖夹脚的衬拖。这种的人一生看起来看似一无所有，但是伊却是傲视世界，伫真侪好嘅人的面前，互好嘅人感觉羡慕。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故事互咱有真侪真奥妙，颠覆咱真侪对幸福的看法甲解说。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会通明白。保罗所讲，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因为上帝的听，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永远袂无去。也这你相信吗？我咱伫你的一生的中间，你享受这种，毋是因为钱的满足，是因为听、信仰甲仰望的满足。咱来到主的面前，咱邀请圣神。咱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对咱的心中安尼祈祷讲：亲爱的圣神，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对我讲话。牧师解说无清楚的所在，亲爱的圣神，求你用迄个超越我的理性思考的方式，你予我明白，为什么伫这个人类历史中间有真侪人，因伫真困难的情境的中间，永远充满了满足的人生，是一种用钱买袂到的欢喜。阁有真正的圣经内底咧讲的知足知足，毋是迄种咱想要困苦家己，迄种节制性的态度。打肿脸充胖子讲，有够啊啦，我有够啊！就亲像一个3顿无通食的乞食，举一支起头夹咧伊的喙，吐咧，其实伊根本都无饭通食，但是伊家己的起头要互人感觉伊好亲像安那真潇洒。这种的话笑话不好笑的笑话，但是真正的知足是什么？就是咱明白，忽然有一日上帝将伊的听充足伫咱的内底。咱感觉世间无任何的快乐，比互上帝听到迄种的滋味。真正的基督徒伊的知足，咱看见真侪互咱学习的信仰的前辈。因怎样放了真侪因的故乡的享受安逸的生活，到伫他乡，为着遐个毋捌字，为着遐个无文明，为着遐个无经济，无论是海岛，无论是山顶，无论是树林，因用伊一生，互因得到祝福。这种的人，伊毋免外在，直到伊一生的落尾，伊永远感觉上帝的国遮尔有滋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咱的祈祷要恳求亲爱的圣神来引带咱，因为当咱来看到上帝的国的荣耀，咱就知影讲，这个地上的国袂必极，因为上帝所予咱的人生是一个极其有价值、无限的有价值荣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所享受的真正的信。就是相信上帝是所有一切荣耀。第二，上帝所予我的仰望，毋是父母、老师、世间所有人予我的，真真正正迄个满足的仰望。第三，伊要享受伊的力量、伊的听，互咱赢过侪即个世间物质的引诱。真侪人因为无知足，所以低到贪心，用错误的方法想要满足家己，到落尾。连灵魂都失了。主帮助咱，所以今仔日我要用大笔，今仔日的诗篇就是大笔107篇。其实，咱今仔日的金句就是圣歌对所吟的这条诗歌讲：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行去，因为上帝享受我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气。
诗篇16篇其实上会通做今仔日咱的经文中间的一个金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代表这个人，咱来学习着。今仔诗篇安怎讲呢？诗篇107篇第9节，伊讲上帝互迫切信无义的人得到得奖。愿天父上帝互咱欠过的心来得到保障。就亲像我拄则解说迄个知足的心，就是伫我内面即个人，上帝用一个尊贵有价值的内容，将一个生命真正有价值的生命放伫我的内底，我就欢喜过即种颂香的生活。因为我所追求的，检测有当时也是智慧，检测有当时也是科学，检测有当时也是艺术，检测有当时也就是一个甲人同得福音好处。一种的好的行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用伊的义和邀过的人来得到保障，所以代表伫伊的诗篇16篇安尼讲，今仔日的金句，伊讲我要因为你圣殿的幸福，65篇诗篇65篇金句，我要因为要我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我的心要欢喜，我的心要快乐，我的肉体。我就是我的一生要安然徛起。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也愿咱伫上帝面前发出的祈祷的事。上帝伫今仔日到咱一生的路尾，互咱正做一种经历上帝祝福的人生。代表讲，耶和华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恁会记无？耶和华的恩典是一世人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这种满足的欢喜，永远的快乐。第二。今仔日的腓立比书第4篇第4章，这个所在咧讲常常恁着常常欢喜，常常快乐。伫这个所在代表安怎？保罗安怎讲呢？伊讲我已经学习，无论什么种的情景，我拢知足。我知影怎样过颂扬的生活，我嘛知影怎样过好业的生活。凡事老练，我拢得到秘诀。随是随在这个字。英语该翻做，伫所有代志，对每一项小可的代志 ，everything, anything， 就是讲所有甚至一项小可的代志，伫所有代志，上帝拢满足我，这个意思。愿咱伫这个所在，咱对上帝讲：主啊，我将我的一生，伫今仔日个礼拜，我这一摆将我的一生交互你。会记得顶礼拜，咱讲上帝。量给我们的杯，有无？咱捧起咱生命的杯，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我将我这个杯，将我的心放伫你的面前，主用你的疼来满足我，互我知影这个世间袂通赢过你对我的满足。所以知足是一种的智慧。基督徒对圣经的教示，咱就产生一种的智慧。就是看到上帝是一个耀华屹立的上帝。上帝伫咱的一生所备办的，毋是干那金钱，上帝所备办的，就是真正内心有迄种满足的喜乐。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互我看到你的荣耀，一个真正亲目睭看见上帝的疼，去看见上帝的存在，迄种的尊贵的基督徒，伊的生命。绝对无共款，咱会因为上帝的良善，因为上帝的丰盛，咱的生命就得到保障。所以第二个，我要邀请遐个姊妹，咱思考旧约的圣经阿伯拉罕，伊甲上帝称作耀华屹立的上帝。耀华屹立的意思就是上帝为我备办。这个故事发生伫阿伯拉罕要去献以撒互上帝的时。上帝接纳伊的内心，但是上帝无杀死迄个囡仔，所以上帝有备一只羊羔伫山头的顶悬来代替以撒。迄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上帝予伊一种的接纳，所以伊对上帝讲：“我的上帝就是耀华屹立，屹立的意思就是备办。我的上帝是伫我的人生中间为我备办的人生。”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我要邀请遐个姊妹。来建立这种的信心，对你少年到年老，你坚持讲，伫我的人生中间，我的上帝的确有奇妙的有备，好唔好？
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坚持，咱来训练，咱来造就，咱家己的信心是这种的遥远以来的人生。咱用阿伯拉罕所讲的这个祈祷讲，我的上帝是一个遥远以来的人生。这句话，咱都来看保罗伊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陪伴的，陪伴。你相信上帝为着阿伯拉罕陪伴，上帝为着保罗陪伴，上帝敢会为着你陪伴？我相信，咱的上帝不偏心，伊对每一个人，伊拢有听从。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明白。独只有上帝会当满足你，也在思考这个话。独咱的上帝当满足咱的人生，独这个上帝知咱的一生要行什么代志是好。咱的一生在天下当行何事为美？咱来到这个世间有一定特别，上帝对咱人生中间的计划。咱问上帝讲：主啊，我深信独只有你会当互我的人生。有价值，咱来到最面前，因为咱羡慕上帝家己，咱羡慕上帝家己，上帝就将伊家己互咱，因为咱羡慕上帝，所以上帝就独将伊家己完完全全收所管。所以圣经讲神爱世人，你会记无？神爱世人，甚至，请会记你这句话，甚至。上帝听咱到某一个程度，伊一定有特别的准备。愿咱伫伊的面前，咱因为主甲咱的人生的准备，耶和华娱乐的生命，咱的生命得到这种的透放。咱无搁再互物质甲咱缀调调，咱无搁再互咱名声地位这个虚假的愿望，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人追求迄个虚假的愿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来学习保罗。伊讲点伫想视我能力，点伫想视我能力的上帝，我凡事拢为，凡事拢为意思就是，我就得到幸福，我就得到透放，我就无搁再互钱白条条做钱路财，还是做某一种的欲望。有真侪人真好业。但是并无有满足的希望，是毋是？钱就亲像海水，罗马人因安尼讲，伊讲金钱就海水，哪啉哪喙干。一句真有意思的话，所听的姊妹，什么人伫钱的面前有自由？只有一个满足的心的人，伊伫名声、地位、权力、情欲。会当得到自由，所以保罗讲，相信若来，迄所在就有自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存着双手向上帝祈祷的心，愿咱伫伊圣经的话来得到回应。上帝讲，我要将各种良善的文士、交庇的礼物来赏赐予你。对天顶来，遥远以来的意思就是。上帝对天顶拍开伊的窗，将所有祝福拼落予咱。所听啊，这愿上帝圣神伫今仔日个礼拜，将伊的灵，将圣神赏赐予你。圣神啊来，咱的生命就有新的态度。毋是人会当予咱满足，但是若有上帝圣神踮伫咱的内底，咱的生命内底就没有。欠缺这个字，然后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生命就无欠缺这种的滋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祈祷，伸出你的手，甲上帝讨。主啊，求你将满足的喜乐赏赐予我的家族。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恳求你帮助，互阮伫今仔日个礼拜。愿恩你伸出阮双手的心，主啊，你将满足的喜乐，就是你家己，你是一切稳定的源头。请你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心内，因的家庭，后来满充满伫阮共同这间教会内底。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
咱这是做伙起立吟圣诗452首，上帝听痛他会遐大。请坐，请咱准备奉献。
会起入吟奉的诗歌。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即礼拜咱要为着囡仔的开学，咱的青年因的开学来做礼做祈祷。咱来请所有遮个学生，咱来头前牧师来带恁祈祷。爸爸妈妈嘛会当陪恁的囡仔来头前，牧师带恁祈祷。咱先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好无？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即礼拜生日的人，波峰敢有来？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愿恳求主你祝福即礼拜生日的阿周、元泽、郑源、博峰、以龙、玉玲、玉维、依玲。主你祝福遮生日的人，伫因生日的时关，主你的圣神用油抹伫因的头壳，互因会生命伫新的一年，每一天拢有上帝你的陪伴。恳求天父上帝你，也将你家己的圣神，就是智慧的灵，赏赐互因，互因知影怎样来管理家己的生命。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因，过来365日，互因充满上帝你的祝福。愿咱的恳求祈祷我嘅所有性命，阿门。咱来遮主日学的孩子，甲咱所有青年，咱来祈祷，吼，请恁来头前，牧师带恁做开学的祷告。爸爸妈妈，恁嘛会当来徛伫囡仔的边啊，吼，陪恁的囡仔做开学的祷告。恁去徛伫爸爸妈妈的边啊，吼，徛恁家己爸爸妈妈的身边。来，行较头前来，徛较过来，再站过来一点，吼，站上来，吼，往前，吼。至圣的上帝，阮要恭敬将阮的囡仔交伫你的手中。过了一个新春的年，一个新的学期要开始。每一个囡仔拢是你所赏赐，阮的家庭的宝贝。所以，阮伫你的面前，首先恳求你，互因有四正的品格，因为品格比熬读册搁较重要。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充满伫囡仔的生命中间，互因知影。好甲歹是无共款，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进入光，照伫因的内底，互因心中无黑暗的势力。求你将所有上帝你完全的良善赏赐互阮的世囝。主啊，嘛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伫因的内底，将智慧甲聪明赏赐互阮的世囝。主啊，伫你的面前为着因的成长来祈祷。主，阮恳求主你，将你的光就是智慧，放伫每一个世囝的身上。主，互因为你的光照，因的心中就有无限的智慧。至圣的天父上帝，愿将世囝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甲因吸引，
用你的圣神的记号放伫因的身躯，互因的品格，互因的智慧，互因所享受上帝你的思考的能力，特别伫因的内心、因的情绪、因的欲望，拢得到上帝你的保守。至上的天父上帝，阮将世间的心往里拍开，主你来掌管因的活命，主互因有正直的心，甲因创造清气的心。至上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互因正做上帝你手中贵重的器具，阮要将这世间因的一生献伫你的手中，阮要将阮的世间亲像活祭奉献互你。主啊，因毋是干那为着阮的家庭来出世。伊嘛为着上帝你的荣耀，为着上帝你的作为来出世伫这个世间。阮要为着所有这家长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每一个这囡仔因的父母，互因会通谨慎照上帝你圣经的教示来做囡仔的模范，煞用因的神伫因的背后为着囡仔来祈祷。主求你祝福因。对这学期开始到学期的结束，互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认真来完成因做学生应该有的责任。愿安尼恳求祈祷，我叫所性命，阿门。上帝祝福恁，加油！新的学期加油！咱来吟耶稣听你。耶稣听你，愿主的听充满伫咱的家庭内底，求主用伊的听，互咱的生命来得到满足。在咱一生中，伊的福分，伊的慈爱，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愿主的听，对即时到永远。永永远远，咱同心来祈祷。主，这是阮心中的恳求。主，你用你的听充满伫阮的家庭，甲阮共同的教会。主，伫阮吟祝福祈祷的诗歌的时，阮想到。即摆伫病院欠安的学生长老方人，阮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帮助，占大兄，恳求天父上帝你的成就保守，陪伴因伫病痛的中间得到上帝你圣神的扶持，听阮祈祷，也照顾阮中间的时代。今仔日无伫阮中间的时代人长辈，愿主你的圣神，互因得到安慰。主，听阮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甲咱身边人讲耶稣念。这是我来报告。汀州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州聚会，礼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有祈祷会，青少客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1楼。查经班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光服侍，后礼拜书会陈美秀执事，苏琴刘玉明兄弟，书宪张世昌甲吴素基执事。交代第一组，先眼讲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较入来看。具体交通2022年总会年度主题。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秩序。咱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
今年是咱教会设教90周年，大家同心来找找10年的宣教目标，100年来努力。第二，本主日为着学主新学期祈祷，恳求主赐下智慧甲品格。第三，原岛教会设教140周年，邀请摄影投稿，并且代祷，若有意愿的请甲怡真洽询。第四，生日，敬请生育庄世洲、洪元哲、吴正元、吴伯峰、何义龙、张玉玲、王宇伟、陈怡玲。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入则过价来反映。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体欠安，丁丽华、钟岩、詹达、庄仁巨、潘素贞、黄宏仁、郭陈秀霞、李学兴，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甲课业祈祷。第四，为结婚亲人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护林一集德克达亚。报告以上，咱即是做伙起立吟上行的诗歌508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万民敬拜上帝，白敬诚信，阿拉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直到万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避讳。